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做我们的肉酱的部分。肉酱呢，我们一开始就会直接先炒肉，因为肉它要炒的比较干掉，它才会长出香味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直接肉，不要下油，直接下去就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绞肉是有一点带肥油的，是吧？对，带肥。我们大概是5:5左右。对，就是要把它的油逼出来，然后用它的油去炒。我们开始就把它铺平，让它平均受热。这个不用担心它会粘锅，就算你今天不是用不粘锅的话，也不用担心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的肉已经就要去炒了以后，我们就先可以不用动它，我们现在不用动它，我还准备这个。OK， 现在准备我们的蔬菜料。哦，我们今天会准备杏鲍菇，因为其实怎么讲，我杏鲍菇是我自己后面改良我自己的版本我才加的，因为它菇很容易吸油，很会吸油，然后猪肉它也会出油，我希望把它的精华留在整锅里面，我不会把它的油倒掉，我希望用菇去保留它的香味这样子，所以我会加一些菇这样。对，好，我们这个菇我们要就切一个大丁，大概是1公分左右。老师，这个肉都不要去管它吗？基本上就是它等下会出油的时候，我们再开始动它这样子。对。好，然后一样洋葱，一样也是切小丁。现在可以稍微帮我翻一下，谢谢。它就整片这样子，对，整片对，然后就稍微有点上色，它就不会像那样水那样子。对，哎，真的耶！是，我还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跟做法。它是完全把水分锁在你的肉里面，对。它的油已经慢慢的逼出来，对，它香味越来越明显。颜色最少要炒到像这个样子，对，它的香味才会出来，对。然后它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些，它开始有一些油已经慢慢逼出来，对，我们再让它逼一下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这个肉已经炒到我们要的香了，对，要炒到我们要的颜色，它已经焦化了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下杏鲍菇先下来，对，然后先炒过，一样，把它稍微让它去吸它猪肉的油，把它的精华保留在里面，还有一些猪肉的汁水啊，对，就让它不会那么快的蒸发掉，这样子。这时候我们的洋葱一样可以先下来了，然后蒜头，等一下我们的西芹跟红萝卜一样都是最后才下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边加2个香料，一个是我们的月桂叶，对，月桂叶有一个小技巧会比较香，是可以用烧的，然后稍微烧一下，对，像这样子，烧过跟没烧过味道差非常多。哇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小pepper，对，赶快学起来。然后我们这个意大利香料，综合香料，对，里面会有一些百里香、奥勒冈，然后迷迭香，对，就是它是应该都买得到，就是对。我们下一点下来，这样子，差不多1小碗下来，好了，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全部的调料都下来了，就是红萝卜啊、西芹啊，对，还有我们的牛番茄，就是我们刚才切的牛番茄都可以下来，对，好，稍微拌炒一下。蔬菜料非常的多，它的甜味，你蔬菜料一多，它甜味就会自然释放出来，对。然后这是番茄糊，
对，番茄糊它一定要炒过，它是浓缩番茄，就是一直浓缩到最后的精华，你就直接下来。这边大概是100克左右，就直接把它下来。所以不能用番茄酱代替哈。番茄酱带甜又带酸，可是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蔬菜已经够多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就好了。哦，番茄糊，番茄糊，然后我们家还有这个切碎番茄，对，它也是番茄。这个都是罐头的吗？对，罐头的，因为它可以帮你省非常多事情。对，因为它的味道跟我们一开始在家里煮的，它就是怎么讲？我们刚才做的这个风味上会不一样。好，然后番茄糊一定要炒过，它才会释放它的油脂。番茄糊是有油脂的，对，它油脂释放出来，它才会香。是，然后我们最后再加我们的切碎番茄，一样下来。对，哇，所以这边的番茄是有几种啊？4种了。3种，对，新鲜番茄嘛，然后番茄糊跟我们的切碎番茄的罐头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做法式料理或者做意式料理，它其实就是风味的堆叠，就是用食材去堆食材这样子，对。好，现在我们这样子可以了，我们就来加一碗水，让它焖，就让它煮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肉酱完成，现在准备牧羊人派，就是我们把我们刚才煮好的这个。番茄肉酱，对，番茄肉酱，我们就先铺底。我们的那个月桂叶，对，月桂叶，先挑起来。肉酱我们是不建议先调味，对，因为你一调味它就会出水，因为我们常常做出来是为了保存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后面我们再来做调味，所以我们这时候会先来调一点盐巴，盐巴就够了，这样子，对，好。然后再把它铺一层上来。OK， 好。好，这时候我们马铃薯你直接上来就好，就把它铺平就好。切好的马铃薯煮软加鲜奶油，差不多50克。我们用手持的搅拌机把它打匀过筛，就让它的口感会更细致一些。这样，好，铺平了以后，撒上一点帕玛森，对，帕玛森的起司粉，撒点上来，然后再一点的黑胡椒。好，这时候就可以先进烤箱了。那要烤多久呢？一样，差不多烤个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左右。是。老师，那温度呢？温度一样，就是上火一样200，下火180。180。对，是。好，那我们的牧羊人派现在可以出炉了。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在上面撒一点巴西里就完成了。OK。哇，超级丰富哎！